苦難為何存於世上？苦惱困惑斷人腸，世情事上變幻失常，找不清去向。然而他知道，他必聽到我的抱頭哭訴，但我卻知沒有思念，就沒有信心奔前。然而他必會一一看顧，永不撇下不顧。沒有痛楚，哪會珍惜安慰？哪會再向我負依歸？不再問為何連番打擊，黑暗過後是黎明。我父神全然地擁抱我的傷與痛。呢首歌內容係主要即係一個人去問緊點解世上有苦難啊，你質詢上帝點解容養咁多苦難喺世上啊？與其去問點解有苦難，不如我哋問下即係點樣去面對時候，同嗰啲當事人啊或者受害者嘅家屬啊一齊去共對。所以好想將呢首歌同啱啱呢段時間即係海難嗰啲人去分享。We care， 總係有人會 care， 同埋有個心去 care。盼望即係上帝能夠俾唔同嘅資源、唔同嘅資源，讓佢受造嘅人能夠一齊共行。咁我就好想將呢首歌，好似歌名咁樣講，即係願意佢哋走出傷與痛。我父神全然地擁抱我的傷與痛，靠着神全然地交託，走出傷。